Surrey 連續6年成為北美最具投資潛力嘅城市。呢個地方唔單止發展潛力無限，仲係投資者眼中最吸引嘅城市之一。今集我哋就解構一下點解 Surrey 成為投資熱點啦。根據 City of Surrey 嘅官方數據 ，Surrey 人口喺2024年已經去到68萬，仲預計喺2031年會突破80萬。不過，未來幾年 Surrey 嘅新樓供應同人口增長速度形成咗好大對比。新樓嘅竣工數量預計會下降75%，但人口增長同期會升到69%。另外 ，Surrey 嘅土地開發速度仲受到唔同因素限制，令未來幾年嘅新樓供應追唔上需求，意味住供應短缺會進一步推高樓價同租金。根據 Rental.ca 喺2022年同2025年最新嘅報告 ，Surrey 一房單位嘅租金由1650升到1960，租金升幅高達19%。呢個穩定嘅租金回報反映市場需求依然好強勁，為業主提供穩定嘅收益保障。對比溫哥華市中心一房單位嘅平均租金 ，Surrey 嘅租金依然好有吸引力。快速增長嘅人口、有限嘅供應，加上穩定持續增長嘅租賃市場 ，Surrey 絕對係地產投資嘅黃金地段。下一集我哋會介紹一個位於 Surrey 極具潛力嘅樓盤，記住唔好錯過。下集見啦！如果大家想知更多加拿大樓市動向，歡迎隨時揾我哋了解更多。